所以但同時耶穌開始給我一些人，讓我可以談論發生在我身上的事，關於我的經歷。而在這時，我還在向主祈求。我說，主啊，我記得我當時只是禱告。我知道耶穌很重要，這就是我當時的迷失。我說，我知道耶穌是上帝之子，我明白，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是人，他怎麼會是人又是上帝？而且，為什麼大家都這麼重視耶穌？我不懂。然後，說真的，因為我在聖經裏讀到你得像個孩子一樣，並且要尋求智慧。我說，你知道嗎？我之前這樣做沒效果，我會像個孩子一樣開始問這些問題。我不在乎怎麼樣，不管他讓我看起來怎麼樣，現在都不重要了。我已經，你知道，麻煩中了。你知道，我在做運動時進入了一個開放視野，睜開眼睛，結果是黑暗中，我正往那個巨大的方向拉近，看起來就像一隻松鼠這樣移動，多層堆疊在一起，藍色的東西在空中飛舞，像鬆餅一樣快速堆疊。現在我四處移動，看到耶穌穿着白袍，嘴巴在動，他正在談論這個世界、整個宇宙、所有的領域。我不知道我怎麼知道的，我只是說，我不可能剛剛看到那個。你一定是在開玩笑。那天晚上，我打開聖經，書就在那裏，萬物皆為他而造，藉着他，